新闻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萨万维亚克女士就2024年老挝旅游年筹备情况发表讲话。在过去，老挝已举办过3次老挝旅游年，第一次是在1999到2000年，第二次是2012年，第三次是2018年。对于2024年经政府审批，将以老挝安全旅游胜地、享受文化、自然和历史的主题举办第4届老挝旅游年，并规定大象手持芦笙的图案作为2024旅游年的吉祥标志。为了举办此次2024老挝旅游年，新闻、文化和旅游部与会首都及全国各省旅游局共同确定了2024老挝旅游年所要举办的活动，并提交政府审批。经过审批，最终以79项活动通过，其中14项为国家级活动，65项为省级活动，并将其纳入日历作为旅游日，以便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在全年中挑选日期进行游玩观光，并且与旅游行业经营者、宾馆、旅游景点、餐馆、老挝航空公司和旅游相关商业共同举办旅游项目，不仅能够使国家举办的旅游活动与民间旅游项目融洽和谐，全国范围内实现中心与地方、省与省、省与区之间的相互衔接，并能促使以适当的价格按季节性销售产品的模式。预计2024年将有270万人次的国际游客到老挝旅游，2025年将达到290万人次。为使2024年老挝旅游年活动规划的实施达到预期目标，我们将注重于做好以下几项工作：继续同中央和地方的旅游领域各个相关部门保持密切的配合状态。为了能够及时落实国家级和地方级的旅游活动融入人民实际生活中，将着力于完善旅游设施，打造适应于现今区域和国际旅游市场需求趋势的多样化旅游项目，提高旅游领域的服务质量，热情接待，笑脸迎人，令人印象深刻，保障安全。通过国内媒体、国外媒体以及参加国际旅游市场展览会等方式，大力推动老挝旅游年的宣传。同时，部长女士还呼吁，不论是国家政府机构或民间社会各界人士加以配合支持，做好东道主，迎接各路游客，给予深刻的印象，从而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游览老挝。